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發現係真㗎。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隨時出現脊椎問題，例如寒背、駝背、脊柱側彎等各類痛症，手尾可以好長。逢星期日上晝10點，從身體健康時段內，我程海欣同自然醫學博士 Dr. Yan 為你講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國際脊柱側彎聯盟 back up 你健康。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從頭到腳，從內到外，從中醫到西醫，從養生到美顏，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聽完大半嘅新聞同埋天氣之後呢，我哋繼續星期日早上嘅從身體健康。早晨啊，Dr. Yan。早晨，程主播，大家早晨。係啦，直播室呢，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呢，仲有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就係 Dr. Yan。咁啊，Dr. Yan 呢介紹少少先啦。佢自己呢就係加拿大嘅自然醫學博士啦。咁啊，兼且呢就研發咗一套骨骼重建工程。我想問下 Dr. Yan 呢，即係呢個可能有啲人都會想知。係我記得嗰時同你傾偈，你都話你開頭本來係讀醫噶嘛，即係曾經諗過，咁啊，但係後尾又讀咗呢個自然醫學啦。兩者之間你嗰個取捨，即係你點解會揀自然醫學嚟讀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脊椎側彎嘅患者嚟嘅，咁我當其時亦都係考慮緊我應唔應該做手術，定係唔好做手術好咧咁樣。咁我自己個取態咧就係我唔想做手術嘅，因為做手術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做脊椎側彎手術其實係要將個人劏開，個脊骨嗰度劏開，然後咧就要每一節骨脊椎嘅兩邊啦，係要打啲螺絲釘落去，穿窿，然後擺啲螺絲釘落去，然後咧再鞏固兩支骨針，然後再粗暴大力地，大家 YouTube 都可以揾啊，脊椎側彎嘅手術點樣做，然後去夾硬扭翻隻。咁但係我哋自然醫學咧就將人係視為一個整體。當然，我覺得幫人嘅方法多一個都係好嘅，可能都係俾多一個選擇俾患者咯。大家都有唔同嘅選擇，唔同嘅諗法嘅。不過多啲人就即係憑你嘅經驗啦，或者你睇到個情況啦，亦都係你當年嘅一個選擇啦，你就冇選擇去做手術，你就喺度諗即係其實除咗即係手術之外，有冇其他方法咧？咁終於就俾你研發到呢套方法出嚟啦。冇錯啦，咁當然手術有手術嘅好處，我哋嘅療程有我哋嘅療程嘅好處，大家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但係當年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彈琴噶嘛，我好細個已經彈到鋼琴演奏級。咁當其時咧有好多彈琴嘅朋友仔，即係都係跟同一位老師嗰啲朋友仔咧，咁都好多人係有脊柱側彎，好多即係同彈琴有關嘅，即係呢個彈琴嘅動作，即係會令到可能你本身有少少傾向，會令到佢惡化嘅。彈琴就唔係話令脊椎側彎有所影響，反而係鋼琴老師。鋼琴老師點解咧？因為個學生喺中間彈琴，咁因為有好多同學仔佢哋係自己半工讀在，即係一路教琴一路再繼續進修上去演奏級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全日譬如8個鐘頭啦，星期六日佢哋會好忙噶，因為啲學生放假啊嘛。星期六日基本上排滿1個鐘，一日係教成8至10個鐘頭琴。咁但係中間呢個學生呢，佢就喺度彈，你留意下啲老師喺側邊係歪住個身，咁樣側住個身咁樣噶嘛。咁全日咁樣歪住個身，咁呢啲真係職業病嚟嘅。再加上一啲係拉小提琴、大提琴嘅朋友呢，全日練琴呢都係要側住個頭，咁都會造成一啲職業病。呢啲都係。或者演奏家都好多呢啲，即係音樂家吓，好多呢啲職業病。喂，但係頭先你講話，即係譬如教琴嘅老師咁先算啦。咁佢譬如今次個學生坐喺佢左邊，咁如果佢醒啲，佢咪下次個學生坐佢右邊咪得咯？咁可唔可以 balance？即係咁樣會唔會好啲咧？唔好噶，你咪兩邊扭咯。其實最好係正襟危坐。不過咧，好難噶嘛，你真係要坐喺個學生側跟先教到佢噶嘛。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咧。
鋼琴教琴嘅，除非你自己屋企教或者學生屋企教，如果唔係琴室係好狹窄嘅一個地方，你基本上好難左右移動噶。咁變咗鋼琴老師，我哋好多 patient 都係鋼琴老師，好多都係中小學教師都多㗎。幫襯你嗰啲都係啲鋼琴老師嚟㗎。我唔知今日有冇啲即係教琴嘅老師聽到，哇！真係諗下自己係啲腰骨都出現好多呢啲周身痛嘅問題。係啊，呢啲真係職業病，因為長時間講緊唔同嘅職業，長時間係成個人要扭住咁樣坐，長時間咁樣坐，呢個都係一個錯誤嘅動作啦。或者我哋好多都係中小學嘅教師或者退休教師啦，因為佢哋改簿啊，尤其是語文老師改簿啊，長時間都要嗰個動作，或者拎住板書啊，要搬一啲好重嘅簿啊咁樣，咁呢啲都係職業上嘅勞損，或者護士都多噶，牙醫都多噶，牙醫助護都有嘅，係成日都要烏低身啊，耷低頭啊，幫人哋做手術啊、洗牙嗰啲，全部都係一日耷頭耷到黑嘅。亦都有啲 surgeon 啦、外科醫生啦，都係我哋嘅患者啦，因為佢哋做一個手術都係講緊有機會係8個鐘頭咁長時間，都係要烏低身。呢啲全部都係因為啲即係職業病嗬。係啊，咁啊先提翻啲聽眾先嗱，今日咧我哋都係有10個名額咧俾聽眾朋友嘅。如果你想了解多啲，究竟而家自己嗰啲所謂腰酸骨痛嘅問題啦、周身痛啊，成日都聽見啲朋友咁講啊，咁係邊一個部分嘅脊出現呢？咁最好就做一個好精密、好詳細嘅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檢測啦。電話號碼呢就係1834104，1834104。WhatsApp 呢可以直接聯絡啊 Dr. Yan 嘅同事。55415334，55415334。今日早上我哋有10個名額呢係送俾啲聽眾朋友做呢一個好精密嘅 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我問翻Dr. Yan先，頭先我哋講嗰啲唔同嘅職業啦，可能係牙醫啊、啲外科手術嘅醫生啦，或者係鋼琴老師啊、護士啊等等啦。咁佢都係因為工作嘅勞損，佢唔係天生出嚟就係歪噶嘛。咁呢啲係咪喺你治療嘅過程入邊，佢哋係容易啲處理咧，即係比較快，又已經係可以冇痛啦，或者係去翻一個正常嘅生理弧度咧，即係個結果出嚟係不一樣嘅，係咪啊？其實每個人多少都有啲側彎，即係冇一個人係完全零度嘅。係咁但係咧，佢本身可能有少少側彎，然後再加上生活嘅工作嘅勞損，就令到個側彎嚴重。咁個療程過程，即係康復嘅過程，同埋先天性脊椎側彎嗰啲，其實差異唔太大。但反而係因為佢哋嘅工作啊，不停都喺度做緊嗰個動作。係啦，反而之後要教佢哋點樣去保養啊，點樣保持正確姿勢，呢樣嘢咁為重要。係頭先你即係或者我哋今日就即係講緊一啲唔同嘅工作啦，即係譬如鋼琴老師咁樣，咁點啊可以？即係譬如佢上完一堂又一堂啦，一堂接一堂咁樣，咁跟住佢可以做翻啲咩保養嘅方法咧？首先真係唔好側住個身嚟教，其實可以成個人對住個鋼琴，咁咪即係都係正襟危坐咁樣坐，其實可以達到同樣目的嘅，就唔使成個人咧個人側住嚟到睇個學生去彈琴，咁做少少改動，亦都唔影響佢。即係坐喺佢後邊啦，係咪啊？後面又唔係咁好，因為都要喺側邊，但係側邊嘅角度咧就唔係成個人傾側，而係將凳係將凳即係唔好用自己嘅身嚟就嗰個方向，係啦，就自己成個人擰歪向住個學生，係啦，咁你對正佢就睇到佢彈咯，咁仲好啦，都唔影響教學質素，反而仲好。咁譬如有好多家長啊，爸爸媽媽、爺爺嫲嫲或者公公婆婆都有機會要教阿孫仔孫女或者阿仔阿女功課嘅，都係用呢個方法。係啊，因為好多時候本身有脊柱側彎嘅患者，生完小朋友已經惡化咗啦，然後仲要長時間教功課，又係側埋個身咁樣教咧，咁都有機會令到個情況差噶。即係所以咧，其實好多生活上嗰個細節咧，只要大家留意一下咧，又唔係唔可以改善或者改變噶。可以噶，其實提一提佢哋就知噶啦，因為冇人教佢哋噶嘛。咁我哋講求一個持久而長遠嘅效果。即係啱啱講到點解我自己當年冇讀西醫，反而讀咗自然醫學，因為西醫極其量幫你成條骨脊椎骨去處理翻，即係由頸到腰骨嘅位置，但係盤骨歪斜咧，長短腳咧，膝頭哥高低咧，咁但係繼續盤骨歪斜嘅話，我哋坐喺度咪繼續好快
點解我當年識好多脊椎側彎患者，其中都有啲做完手術，點解佢哋會容易出現反彈呢？一嚟係日常生活姿勢嘅問題，咁二嚟呢就係個盤骨歪斜，盤骨歪斜就會造成假性長短腳同埋膝頭哥高低，咁呢樣嘢都好重要。我哋就將人視為一個整體，否則呢就真係好容易會骨牌效應啊！一人嘅骨係環環相扣，互相牽引，互相帶動。我哋想盡量以一個根治為目標嘅話，咁當然跟唔跟治到，一方面我哋會努力，最重要都係要睇翻個患者日常生活，肯唔肯聽我哋去講。咁如果唔係幫你做完療程，但日常生活又係歪住咁樣坐，喂，講真，哪怕做手術也好，我哋幫你做嘅療程都好，神仙都幫唔到你啦。係啊，即係其實一定會打折扣噶。咁所以就我哋講求一個持久而長遠嘅效果呢，我哋一定每一次見嚟都會係教翻日常生活正確姿勢。咁希望大家跟足嚟做，全部都唔難嘅，好似啱啱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改動，已經可以令到我哋成副骨骼更健康。係，只不過有時我哋自己喺某一個工作崗位咧，可能幾十年都係咁樣做咧，你又從來冇諗過乜原來咁樣嘅姿勢係會影響到自己嘅骨骼會歪斜啦。咁如果骨骼歪斜，可能你初咧就有少少腰痛嘅，整整下你又頸痛啦，整整下咧可能盤骨即係就全身都痛。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講到呢個骨牌效應。咁哪怕咧只係一個輕微嘅一個痛點，都唔好忽視佢，唔好輕視佢，嗱聲揾出個原因。咁同埋多謝欣頭先都講啦，佢好希望咧視人係一個整體，就唔係頭痛醫頭，就腳痛醫痛。咁如果係咁嘅話，我醫得你呢樣，我都冇同你講你日常生活要留意嘅嘢，你整整下，即係你嘅習慣唔改咧，其實點樣幫你搞？你好快脆又會復發噶啦，有啲嘢又要翻嚟嘅，又再揾你咧痛症吓。咁所以提翻大家先，嗱記得啦，今個早上呢，先送俾大家嘅係一個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檢測。做呢個檢測嘅時候，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咁啊，同你即係好簡單咁樣，好快脆，非入侵性，亦都冇輻射嘅。你企上去一個轉台，咁你自動咧會旋轉，就已經係影咗你360度你全身嘅骨骼。佢而家個弧度啊，同埋透視咗啦。咁你知道發生咩情況？咁最好咧就係 Dr. Yan 佢哋嘅團隊咧會教你喺翻到屋企之後，你喺日常生活要留意啲乜嘢啦，係點樣去改變你嘅習慣，咁從而咧就得到一個健康嘅骨骼吓。記得啦，電話號碼咧就係1834104，1834104吓。轉頭翻嚟咧 Dr. Yan 咧都有啲方法教大家嘅。好，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繼續今日嘅從身體健康，除咗程海欣之外，仲有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 Dr. Yan。Dr. Yan 呢就係加拿大嘅自然醫學博士，電話號碼係1834104，1834104，嗱聲打嚟登記一個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檢測啦。新一年呢開始咗啦，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有問題呢早啲發現。點樣可以發現得到呢？就係唔係自己靠估嘅吓，亦都唔使諱疾忌醫啊！因為我哋會用一個好自然嘅方法，亦都非入侵性嘅方法，就係Dr. Yan 呢自己研發出嚟嘅一個骨骼重建工程呢，係幫啲聽眾朋友呢處理一啲脊嘅問題。咁同時間呢，做完呢一個嘅工程之後呢，咁Dr. Yan 嘅團隊呢仲會教埋大家翻屋企之後點樣保養，或者點樣去鞏固下自己嘅骨骼嘅健康吓。記得啦，1834104，1834104，可以而家即刻打嚟登記。如果想用 WhatsApp 登記呢，55415334，55415334。頭先我哋就喺度講啦，即係有好多問題咧，即係好似即係骨牌咁樣，即係一個環環相扣嘅。有冇啲實際嘅情況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或者你即係你點樣睇呢個所謂嘅周身痛嘅骨牌效應啊？會啊，咁我首先同大家拆解一下點解脊椎側彎會導致頸痛、頭痛、手臂。因為咧頸椎啊、胸椎啊嘅脊椎側彎咧，位寒背咧就會令到咧肩頸咧嘅肌肉長期繃緊去穩定住個頭部，咁就會容易咧係壓住頸椎嘅神經線，導致到一啲頑固性嘅頸痛啦、偏頭痛啦。例如脊椎側彎咧，亦
都會係令到肋骨咧係壓到肩胛骨，更加會有機會會係卡壓到通往手臂嘅神經線，因此就會容易緊到一啲手麻痹啊、冇力啊，好多時咧一啲50肩啊，我哋叫肩周炎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其實都係一啲輕微嘅脊椎側彎影響而成嘅。咁同埋人嘅成條脊椎線呢，都係有好多神經線，如果只要錯位壓到神經線，其實就會痛。有時候老人家都會同我講，脊椎側彎會令到膝頭哥痛，因為呢，我哋成個人體呢係一個完整嘅力學鏈嚟嘅，腳板呢就去承托住膝頭，而膝頭就承托住盤骨，盤骨就承托住我哋成條脊椎。所以呢，當腰椎出現側彎或者係旋扭嘅問題，咁我哋嘅盤骨就會一邊高一邊低，就會形成一個叫功能性嘅長短腳。我哋行路嘅時候，身體重量唔平均咁樣壓向一邊關節呢，每日譬如行5000步啊，唔好多，咁嗰邊嘅關節就承受咗5000次唔正常嘅磨損，所以好多老友記呢，一邊呢就膝頭哥就會提早老化，痛到行唔到。其實個根源呢，就係因為條腰歪咗，而唔係膝頭哥本身壞咗。所以我哋好多時候人嘅骨係環環相扣，我哋嘅療程都係逐節骨去斷，一節也不遺留。咁所以就係令我哋成個人好似一座建築物咁樣，高樓大廈咁樣，都係可以有一個好嘅重建咯。係啊，咁好多時咧，即係好似我哋第一節咁講啦，有啲聽眾朋友當佢哋面對脊柱側彎嘅情況，當然脊柱側彎咧都有輕微啦，即係一啲中等程度啦，或者好嚴重噶啦。咁我諗其實啲聽眾朋友咧唔係邊個想開刀或者做手術啫，咁只不過係佢可能已經係做過好多唔同嘅即係 treatment 啊、療程啊，都覺得處理唔到，或者個問題越嚟越嚴重，越嚟越痛。咁當然呢一個背後有幾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就係唔知佢有幾嚴重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有呢個問題，咁佢日常生活有冇啲咩嘢，佢繼續都係加劇緊呢一個即係痛嘅情況啦。咁另外就係我諗你都會見到好多case 咧，即係手術係一個我諗聽眾覺得冇辦法之中嘅一個辦法，有啲就覺得諗住一勞永逸啦。我做咗手術就應該係搞掂噶啦，咁但係可能我唔知你見過啲 case 咧，會唔會做完手術其實都要繼續翻嚟揾你，因為處理唔晒啲問題咧。我之前有一集提過有位工程師啊，好出色嘅工程師，佢30幾歲已經揸住拐杖，因為腰椎間盤突出，搭地鐵咧等唔到出閘咧，已經係失禁小便咗瀨咗尿出嚟，咁嘅原因就係因為腰椎間盤突出，佢會影響到即係失禁噶，會噶嚴重噶。咁佢咧就唔肯做手術嘅原因，因為佢媽媽都係腰椎間盤突出。首先咧腰椎有5節嘅，L1 至 L5。係咁咧，首先媽媽做咗 L4、L5 之間嗰個嘅椎間盤突出手術，幾年後個壓點去咗上面嗰節啊，我褪咗上去，然後做幾年後做 L3、L4，再幾年後做 L2、L3，再幾年後即係不停喺嗰個脊嗰度一路褪緊上去。呢10幾年5節脊椎全部做晒手術，咁點解會咁樣嘅咧？因為所以人就係需要一個整體去處理咯。因為我啱啱所講膝頭哥痛其實唔係關膝頭哥事，因為盤骨歪斜，因為腰側彎而所導致。所以我哋就要你就算做咗膝頭哥嗰個手術咧，其實你上高冇搞咧，其實好快脆又會再出現問題。冇錯，其實係咁樣。咁所以就話脊椎側彎亦都係呢個問題。因為點解椎間盤突出個婆婆？咁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嘅脊椎側彎壓咗個力落到去個腰椎第4、第5椎一開始擠咗出嚟啊嘛，個椎間盤，所以咪痛咯。如果只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係處理嗰節，而上面嘅問題冇處理，咁久而久之 ，OK 啊，嗰節就2合1咗啦，嗰節喐唔到啦，即係兩節拼為一節，係啊，但係定咗佢啦，係定咗佢啦。但係之後咧，佢個壓點變咗上面嗰節，咁於是10幾年咪做咗。一路做晒，係咁而家婆婆係行唔到路噶，咁所以佢個仔打死都唔做手術。咁後尾喺我哋呢度完成咗幾次骨骼重建，佢可以抌走佢嗰個拐杖，佢啲遮後尾佢都覺得唔好睇啊，拎住拐杖就用遮當拐杖。咁但係
而家都唔使啦，亦都冇咗失禁問題。佢後尾，因為佢太太帶佢過嚟，佢太太係一個相當可愛嘅一個太太，佢哋想生小朋友，就因為先生呢個問題，一路都未有小朋友。係啊，但係後尾最近收到好消息，就係佢哋終於有小朋友，真係開心啊！係啊，困擾佢多年嘅椎間盤突出、腰痛問題，亦都係我哋全身骨骼重建幫佢解決咗。因為椎間盤突出就唔止係嗰節問題。係咁，但係我又想調翻轉問下 Dr. Yan， 咁如果嗰個人佢即係而家講翻起上嚟，佢已經做咗手術啦。咁如果再去揾你嘅時候，咁有冇 difference 噶咧？即係有冇分別？即係會唔會就冇咁好，或者嗰個效果出嚟會爭啲咧？我哋好多有冇得救啊？即係正所謂救就一定有得救。我哋好多患者都係做咗手術，然後隔咗幾年後出現問題嚟揾我噶，好多。咁我哋亦都有啲患者，佢哋願意分享佢哋嘅個案。譬如你上到嚟我哋中心，但係佢哋願意分享個案程度唔同啊嘛。有啲可能願意俾我哋擺上 Facebook， 有啲就願意只係俾我哋係喺我哋中心俾人睇咁樣。咁亦都有真人實證拍晒片嘅，有一個女仔可以睇到佢成條腰成條脊椎係由頸開到落去條腰，因為嗰陣時着背心，所以睇得好清楚。咁佢愁眉苦臉噶，佢因為做咗個脊椎側彎手術，10幾歲嘅時候做。咁但係咧喺私家醫院嗰度做嘅，即係嗰陣時屋企真係籌錢幫佢做手術。但係誰不知咧，去到20幾歲咧就反彈翻，變翻好似之前未做嗰陣時咁，仲差咗。咁於是乎佢就朋友介紹佢過嚟啦。咁佢都係半信半疑，死馬當馬醫，因為佢諗住結婚去嫁去日本啊嘛。之前呢個個案我喺之前嘅集數都有提及過。咁但係最終幾次幫佢哋完成咗兩邊真係可以幫佢做翻平衡，係得嘅。因為做手術唔係幫你做晒成身啲骨，我哋仲有空間幫你去做翻好。所以咧提翻啲聽眾朋友吓，即係千祈唔好話自己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係你人生好多希望嘅吓，只要你咧勇於去接受一啲新嘅知識，係啦，亦都了解多啲吓。今日早上呢，我哋有10個名額送俾聽眾朋友，做一個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咁啊可以直接揾下 Dr. Yan 55415334，有任何關於脊柱嘅問題，你想了解多啲呢？其實可以直接利用呢個電話咧同阿 Dr. Yan 溝通噶，同事會覆你嘅55415334，亦都可以約見阿 Dr. Yan 啦。咁當然亦都可以登記咧做一個全新嘅骨骼檢測，1834104 1834104。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Back up 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